大家好，歡迎收聽收睇。流馬車較早前接受咗個網台訪問，咁就話會改個自身啊，重新做人。咁你話問我信唔信？咁我就覺得唔係話唔信，但係就會保持一個懷疑態度。始終佢之前發生嘅風化案啊，或者係同人打鬥事件咧，個頻繁性啊，同埋個嚴重性咧都係高嘅。咁加上觀察一個人咧，我諗就必須要多啲時間去觀察，而先會得出結論。報道就指出，4日之內牽涉5個地區，涉嫌非禮10人。真心嘅講真嘅，真係希望呢啲就受害人咁就盡快脫離佢哋嗰個心理嗰個嘅陰霾啦，盡快去過翻佢哋自己正常嘅生活啦，就唔好受呢個事件再咁樣嘅困擾啦。拋下書包啦，呢個弗洛伊德裏邊之前嗰集都有講噶啦，就有嗰個人嗰個潛意識裏邊咧，有個叫做本我。呢個本我就係話講緊嗰啲嘅，即係你嘅原始慾望啊，原始嘅一啲渴求啊。你肚餓要食飯，你要揾地方有瓦遮頭嘅，講緊呢啲嘢。喺呢個流馬車裏邊咧，睇嚟佢嗰個控制呢方面嘅慾望咧就差啲咯，就完全凌駕於佢嘅道德啊，所有嘅嘢，而甚至乎係去跨越呢個嘅法律之上。最恐怖嘅一樣嘢就係話，佢係唔知有法律風險嘅，亦都係真係明目張膽嘅喺公開地方，喺呢個商場，喺呢個嘅地鐵車廂裏邊，明知有 CCTV 嘅，都去犯案嘅。即係換句話嚟說，佢係就算要去受住法律制裁，要坐監啊都好，佢都要去犯案去做呢啲嘅非禮嘅事情嘅。中國嗰個嘅哲學又點講呢？孟子有講過嘅人同禽獸嘅分別就在於人懂得仁義道德呢啲嘢嘅。如果你冇呢啲嘢，其實真係同禽獸冇乜分別。OK，咁冇呢啲嘅時候，你或者忽略呢啲嘅時候，根本你就會對社會、對其他人造成極大嘅影響。試諗下，一啲咁年紀咁細嘅女仔11、12歲，受住你咁嘅非禮行為，咁要幾多時間先至去 recover 咧，先至去走出呢啲咁嘅陰霾咧？齋唔知，你咁樣會真係對人哋嘅人生都可能會有極大嘅影響。呢啲係咩啊？呢啲咪就係同理心咯，係嘛？將心比己咯，你要感受人哋感受嘅嘢嘛，係嘛？即係唔係話喺道德高地上面講啲什麼，而係呢啲係即係正常思維、正常人都會諗嘅嘢啊，係嘛？喺佢最近嗰個嘅網台訪問，佢又有講佢細個嘅經歷啊，有家庭暴力，又被同輩咁樣去好多欺凌嘅行為，令到佢嘅成長過程都極之嘅唔開心。但係呢啲嘅唔開心，又係咪佢嗰個嘅犯罪嘅藉口咧？即係將自己過往唔好嘅經歷、唔好嘅即係唔開心嘅嘢，發泄喺現在發泄喺別人嘅身上。呢個我覺得説不通嘅，完全説不通，講不過去嘅。OK，現在情況流馬車啦，喺4月4號觀塘法院首次提堂，被暫控咗10項猥褻侵犯罪，就無需答辯。喺6月1號咧，將會就喺屯門裁判法院再訊嘅。現在咧就還押嘅，保釋被拒嘅咁樣。再睇到時又要點啦。呢集短短地多謝大家收聽收睇，歡迎留低建設性留言。啱聽啱睇嘅，like subscribe 咁啦。好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